我哋喺口岸轉駁嘅安排呢，係存在一啲問題，未能夠以人為本嘅。主席，我就想問呢，局長喺最後個答覆裏邊講話，引入直接運載係涉及好多複雜嘅跨境嘅車輛同埋救護車嘅規管嘅問題。我想問就係話，到底有咩嘅複雜同埋規管嘅問題，嗰個困難嘅程度呢，係可以超越病人嘅生命同埋救治嘅嗰個需要呢？多謝主席。局長。主席，當然我哋關注咧，如果係有病人有即係急病，甚至係危殆嘅情況咧，我哋點樣處理？一般嚟講，就算喺香港本地咧，如果我哋係由一間醫院轉去第二間醫院咧，我哋都係需要醫護人員互相溝通，了解個病人嘅情況先做，因為病人住喺個運送嘅途中咧，係面對嘅問題咧，可能咧係一般嘅救護車咧喺裏邊係未必得可以處理得到嘅。咁所以我哋最重要咧，都係要求病人如果喺內地翻嚟香港咧，最好咧一定要即係雙方嘅醫護人員先係溝通，了解佢嘅情況係點樣，而有作適當嘅安排。認真危殆嘅病人咧，我哋係唔係即係鼓勵佢哋咧係運送嘅，因為佢哋可能咧喺途中咧係會出事嗰陣時咧，就算係有醫護人員陪住咧，都未必可以做到應該做嘅一啲即係程序啊，或者係手術啊等等嘅嚇。咁至於究竟我哋點解即係現時即係啲救護車係咪可以所以即係跨境嚟運載咧？呢個我哋喺11月嗰陣時亦都答過一個同樣嘅問題啦。嗰陣時我諗運輸房屋局局長亦都答過咧，就係喺即係呢個救護車嗰個即係規管嗰方面咧，兩地係唔同嘅。咁亦都唔可以咧，係即係香港救護車未必一定去到深圳或者係廣東省可以即係當一個救護車咁樣嚟揸，而內地嘅救護車嚟到香港亦都唔可以咁樣做法。咁究竟係點樣能夠有效咁樣處理呢方面嘅問題咧？我哋要兩方面要即係一定要溝通同埋了解清楚，究竟嗰個得失係如何先至得。咁所以我哋我覺得最重要咧就唔係需唔需要換個救護車？我諗救護車病人由一架車過第二架車，係點係個時間上咧就唔係咁大嘅，亦呢個影響亦都唔係咁大。反而咧係個病人係咪適合即係運送，而喺佢運送嗰個過程之中咧，有冇適合嘅即係陪同嘅醫護人員嚟照顧佢？所以佢個情況同埋雙方嗰個醫院嗰個配合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頭先喺我主體答案都講過咧，醫管局係同即係深圳有關嘅當局咧係正係商討呢方面嘅情況，希望可以即係增強呢方面嘅互相嘅溝通，令到即係適當嘅病人可以適當咁樣嚟香港，而同時咧有時咧亦都有啲內地嘅病人喺香港醫完之後咧翻去內地，亦都係需要咁樣嘅服務嘅。多謝主席。